自后2022年10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超越常理的疼。圣经诗篇106篇，咱对第1节来读到48节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啥人会晓讲起上主的大权能？啥人会当完全表明对伊的称赞？所有维护公平、不时实践公义的人，真有福气。上主啊，你恩待你子民的时，求你会记得我；你拯救因的时，求你眷顾我。求你互我看见你的选民兴旺，互我甲你的国民分享快乐，甲你的子民做伙夸耀。阮甲阮的祖先同款有犯罪，阮偏离正路做歹。阮的祖先伫埃及无明白你所做的奇事，袂记得你丰盛的慈爱，反倒伫红海背叛你。毋过主，因为伊的名的缘故，该救因，要显明伊的大权能。伊一个划红海，海就打去；伊带因经过海深的所在，若经过大地。伊救因脱离怨恨因的人的手，对对敌的手中该救因。因的对敌拢雨水淹没，连一个都无留地。迄阵因才信伊的话，才唱歌称赞伊。因真紧就袂记得伊的所做，无听候伊的指示。因伫旷野大大去探约，伫风暴试探上帝。因所求的，伊有互因，毋过嘛互因拢衰烂消散。因伫营中怨妒摩西，甲上主圣别的亚伦。地就裂开，吞灭大滩，暗捌阿比兰迄群人。有火伫因中间倒起来，火焰烧灭遐个歹人。因伫何烈山做牛仔，拍败所住的像。安尼，伊用食草的牛仔像替换上帝的荣光。因袂记得甲因拯救的上帝，伊捌伫埃及做大代志，伫咸的地行奇事，伫红海做通行的事。所以，伊讲要甲因消灭，若毋是伊所敬的摩西徛伫伊面前极力申诉，消除伊的受气，伊已经甲因消灭啦。因看轻迄个好的地，毋信伊的话。因伫家己的布边内埋怨，毋听趁上主的话，所以伊对因举手立誓，要互因死伫旷野，互因的子孙死伫外国，四散伫逐所在。因斗阵去拜边呢的巴力，食显互无性命的神明的祭物。因安尼做，惹起伊的受气，就瘟疫伫因中间传染。迄时，腓尼哈起来替因排比，瘟疫就煞。这个代志，上帝甲伊算作义，对迄时起直到永远。因伫米利巴的水泉边惹上主受气，为着因的缘故，摩西受连累。因为因背叛上帝，直到摩西讲出创崩的话。因无听趁上主的吩咐，无招灭外族的百姓，反倒甲外邦人通婚学因的所做，服侍因的偶像。结果家己跋落陷阱，因将查某囝
囝做祭物献互鬼神。因老无罪的人会废杀家己的囝、查某囝，将因做祭物献互迦南的偶像，迄地就受到火污染。安尼，因受家己的行为污染，因的所做犯着淫行，所以上主对伊的子民发受气，厌恶伊的产业以色列。伊将因交伫外邦人的手，互怨恨因的人管辖因。因的对敌压制因，因就屈服伫对敌的手下。上主一遍搁一遍解救因，毋过因故意背逆伊，因为家己的罪恶致到坠落。伊听见因的哀叫，体贴因的困苦。伊为着因记得伊的约，因为丰盛的慈爱，回心转意，互因得到所有掠因的人的怜悯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拯救阮，对列国带阮转来，互阮通感谢你的圣名，用称赞你做阮上大的欢喜。愿称赞归乎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对永远到永远。愿万民拢讲阿免，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。以上，超越上帝的听。若讲诗篇105篇论述上帝的慈爱甲信实，106篇就是一中咧讲人的罪恶。这两篇的诗就亲像一部影片分做上下集，若只有看其中一集，就无法度了解完整的剧情。诗篇106篇第1到第5节，用俄罗上主做开始。第6节到39节，详述以色列安怎背离上帝。40节到46节，提到上主虽然向以色列发受气，也用慈爱款待因。47节到48节，除了祈求上主拯救，也搁一遍呼吁人爱上赞伊。第7节到15节，讲到蒙恩背义的罪。以色列人敢若短暂记得上帝带因出埃及过红海的救恩，因真紧就袂记得伊的所做，无听候伊的指示，真紧表明因的信心甲感恩真短暂。对这咱通知，离开上帝第一个症状就是袂记得上帝的恩典。袂记得会致到毋顺服甲犯罪。相对伫袂记得的另外一个态度是纪念。咱爱常常纪念上帝的恩典，安尼才会当脱离蒙恩背义的罪。10节到23节指出拜偶像的罪。上帝虽然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，因却一再违背摩西。试探上帝，甚至做金牛偶像来膜拜，代替上帝的地位。若无摩西替因代求，因怎有通对上帝的义怒中逃脱啊？以色列人大生是袂记得上帝恩典，后来搁拜偶像。咱也可能安尼。迄占据咱生活重心的兴趣、追求甲关系，拢有可能诚侪咱的偶像，所以咱爱常常查验家己是毋是无过掠上帝做快乐，反倒追求俗世的快乐。24节到39节证明毋信的罪，以色列人轻视上帝赐予因做产业的土地，毋信上帝伫旷野会当保障因得到生存，因搁归附外族人，对着当地的民情甲风俗，过着无圣洁的生活。安尼，因受家己的行为污染，
因的所做犯着淫行。顶面所讲这种种的罪行，第40节开始所讲的，上帝愿因发受气，互因落入异族的手，受对敌辖制。诗的内容概括以色列人对出埃及到受掠去巴比伦的历史。对安尼无学理解上帝为虾米互以色列人遭受刑罚，总是接续落来，上帝作为却无下常理。上帝坐摆拯救伊的子民，因却宁愿行叛逆的路，搁较深陷入伫罪中。伊听到因的哀叫，体贴因的困苦，伊有缘用仁慈款待伊的子民，带领因、怜悯因、拯救因。默想，上帝伫咱要挟罪人的时阵就疼咱，我着安怎回应上帝超越常理的疼？上帝伫咱要挟罪人的时阵就疼咱，我着安怎回应上帝超越常理的疼？咱来祈祷，主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用完全的疼，永未改变的疼来疼我。我愿意常常纪念你的救恩，求你帮助我遵守你的命令，永无偏离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